嗱，你放低手頭上做緊嘅所有嘢，大師今日唔阻你好多時間，你只要俾1分鐘我可以還你一個改變下半世命運嘅天機真相。你試下回想下過去呢10年8載，你係咪覺得自己好似跌落咗個無底嘅泥沼度？明明你好勤力返工，死慳死抵，但係啲錢永遠都儲唔到，永遠都係左手入右手出。明明你對人好好掏心掏肺，但換嚟嘅往往係朋友嘅背叛、親戚嘅算計，甚至係屋企人嘅唔理解。你以為係自己條命生得苦，你以為係自己運氣差過人，大錯特錯。喺我哋玄學星象入面，每隔14年，宇宙嘅歲星同埋大運財星就會發生一次極度罕見、極度猛烈嘅大移位。而家2026年嘅下半年啱啱好就係呢個14年一遇嘅超級大拐點。呢一刻舊嘅霉運正在徹底瓦解，新嘅財富大門已經向你轟然打開。你錯過今次就要捱到7老80，先至等到下一次轉運嘅機會。喺呢關鍵嘅1分鐘入面，大師要你即刻做一件事，清空你腦海入面所有嘅焦慮、恐懼同埋負能量。請你即刻喺留言區用最平靜、最堅定嘅心打出迎接14年大運全家財源廣進呢12個字。呢個絕對唔係一個普通嘅留言，而係你喺呢個14年時空交界點向浩瀚宇宙正式發出嘅一張極強吸財訂單。當你打完呢幾個字，你屋企嘅磁場就已經開始產生強烈嘅轉動。跟住落嚟嘅時間，大師會好詳細咁為你拆解究竟點樣避開呢場大洗牌帶嚟嘅破財劫，同埋邊3大生肖會喺呢場14年大運入面拔得頭籌。我哋馬上開始為你揭開命運嘅底牌。你試下數下手指，由上一次水龍轉運嘅2012年到而家赤馬紅羊劫開端嘅2026年，啱啱好就係14年。上一次2012年壬辰水龍年，歲星移位入財帛宮，嗰年發生咗幾多事？大家仲有印象嗎？內地樓市啟動升浪，廣深嘅樓價仲係1萬幾千一平，有人湊夠首期咬牙入手。而家身家翻5、6倍，電商行業全面爆發，好多普通人開個網店做下代購，2-3年就賺咗第一桶金，甚至連股市都有一波大行情。踩中節奏嘅人資產直接跳級，但係更多嘅人呢，當時覺得樓價會跌，再等等，覺得電商唔靠譜唔敢試，覺得股市風險大唔敢落手，結果一等就等咗14年，樓價升上天，電商紅利食晒，連打工嘅人工都追唔上通脹，白白浪費咗一個大運週期。過去呢2-3年大環境極度動盪，大家有目共睹，做實體嘅鋪租人工貴到死，客人唔敢消費，開一日蝕一日，做投資嘅股票基金綠到發光，連平時穩陣嘅理財都虧本金。老老實實打工嘅朝9晚6，仲要通宵加班，人工加極都係幾百蚊，物價就月升，豬肉油價電費樣樣貴，供樓供車養小朋友壓到透唔到氣，仲有啲朋友俾熟人去做傳銷炒虛擬幣，半生積蓄一夜清零，或者幫親戚擔保，結果人走咗債自己背，好好嘅家庭搞到雞犬不寧。你可能投資蝕晒本做生意血本無歸，甚至俾人走咗大半生嘅積蓄。大師今日企喺度好心痛，但又好肯定咁話俾你聽，千萬唔好再怪責自己，因為喺大運交接之前，宇宙嘅定律必定係大破大立。上天要收走你個袋入面嗰啲散紙同埋爛銅爛鐵，先至可以幫你清空個財富，去裝未來14年派俾你嘅大金條。未來半年成個社會嘅財富會發生公平嘅大轉移，窮人只要順應天機就可以極速翻身，而嗰啲平時不可一世嘅富人，如果行差踏錯就會一鋪清袋。呢次洗牌唔睇你家底厚唔厚，只睇你懂唔懂，順勢而為，守得住底線，抓得住時機。首先我哋嚟講第一個喺呢場14年大洗牌入面，危機同轉機同樣極大嘅生肖就係屬鼠嘅朋友。屬鼠嘅人，你哋今年真係好似坐過山車咁，心血少啲都頂唔順。上半年係咪已經有感覺？一會有筆意外收入，開心唔夠2日，又突然有筆大開支，錢來錢去留唔住。一會工作順風順水，一會又無端端出紕漏俾領導鬧。心情就跟住起起伏伏，瞓都瞓唔好，係咪先？因為2026年係丙午馬年，屬鼠嘅地支係子水子午大衝，水火交戰，屬於犯太歲入面衝擊最猛烈嘅歲破局。古書有云：歲君不可衝，衝者十有九凶。
就係話呢種直接衝撞太歲嘅年份，動盪最大，變數最多。喺下半年，尤其係農曆5月、農曆9月天地間嘅火氣去到最猛烈嘅時候，你哋嘅財星會受到極大嘅衝擊，人心最容易浮動，判斷力直線下降。最明顯嘅預兆就係你會突然之間變得極度貪心，腦波極弱。平時你明明係一個好穩陣、數口好精嘅人，但係下半年你會莫名其妙咁想去搏一鋪大嘅，你會聽信一啲所謂嘅內幕消息，或者俾啲高息投資騙局洗腦，甚至想攞筆棺材本去炒股、炒虛擬貨幣。大師嚴厲警告你，如果你順住呢股衝動去投資，你下半年注定會輸到傾家蕩產。呢段時間你嘅直覺同分析力會被火氣沖散，睇乜都唔準，越想賺大錢就越容易踩大坑。但係你千萬唔好絕望，沖喺玄學上代表破壞，但同時亦代表衝破困局。子午沖雖然兇險，但沖開嘅唔止係財運，仲有你積累多年嘅財富瓶頸。只要你喺下半年做到4個字，一毛不拔，死死守住你個荷包，將所有閒錢鎖死喺定期戶口，絕對唔做任何大額消費同投資。具體點做？第一，所有高風險投資，股票、基金、虛擬幣、私募全部唔好加新倉，有賺嘅可以逐步止盈，虧住嘅就放住唔好補倉，越補越跌。第二，唔好做任何大額消費，比如換車、買奢侈品、大裝修，非必要唔使花嘅錢全部存起。第三，任何人問你借錢，叫你合夥，一律話冇唔好抹不開面。當你成功捱過呢段水火交戰嘅危險期，大沖嘅能量就會幫你強行沖開，你積累咗好多年嘅財富樽頸位，火氣一過。到咗明年開春止水嘅力量徹底釋放，你嘅直覺、你嘅分析能力會去到人生嘅最巔峰。邊個項目靠譜，邊個係坑，你一眼就睇得穿。未來14年，你嘅偏財運絕對係12生肖之首。你唔需要再辛苦勞碌，你靠住極其精準嘅眼光，買咩賺咩，橫財好似倒水咁湧入你個戶口。屬鼠嘅朋友忍一時，風平浪靜，即刻喺留言區打出死手銀包，橫財入庫，幫自己定住心神，迎接你14年嘅超級偏財大運。第二位喺下半年面臨巨大考驗，但只要過關就可以穩坐金庫嘅，就係屬牛嘅朋友。屬牛嘅人，你哋大半世人真係辛苦晒。你哋天生老實勤力，對親戚朋友永遠都係最好嘅，寧願自己食虧都唔想托手踭。你哋嘅錢通常都唔係自己使晒嘅，大部分都係借咗俾人幫咗人，結果好心冇好報，錢收唔返，仲得罪人，係咪？但係喺下半年屬牛嘅人，正正犯咗命理上最陰毒嘅丑午傷害。傷害係咩意思？就係暗箭難防，就係你最信任嘅人喺背後靜靜雞插你一刀。呢種害唔係明刀明槍嘅衝突，而係暗地裏嘅算計，利用同背叛傷人於無形。等你反應過嚟嘅時候，損失已經造成。尤其係農曆6月、農曆10月，傷害之力最猛。呢段時間會特別多人嚟找你幫忙，個個都揀你心軟重感情呢個弱點落手。未來這半年，你最需要提防嘅絕對唔係出面嘅陌生人，而係你身邊最親近嘅熟人親戚，甚至係你自己嘅仔女。丑午傷害引發嘅破財局，通常係以極度催淚嘅親情勒索出現，可能係幾年無見嘅親戚突然喊住打俾你，話爭人一身債急需救命錢，又或者係你平時唔生性嘅仔女，突然話要搞大生意，求你將層自住嘅樓按咗去幫佢做擔保，仲可能係識咗10幾年嘅老朋友拉你一齊加盟開店，話包賺不賠，就差你嘅啟動資金。你本身耳仔軟，一聽到呢啲慘況心一軟，簽咗名過咗數。我話俾你知，你下半世就準備流落街頭，因為傷害之局借出去嘅錢係絕對收唔返嘅。對方唔單止唔會感恩，最後仲會反咬你一啖，反目成仇。大師見過太多屬牛嘅原主，前幾年俾自己阿哥借咗幾十萬去做生意，話年底分紅，結果生意虧咗，阿哥話係你自己願意投資嘅，錢一分都唔還。兩兄弟反目成仇，過年都唔行往，仲有幫外甥擔保貸款，外甥走佬自己俾銀行追債，連養老錢都墊埋落去，晚景淒涼。呢啲都係血淋淋嘅例子，唔好覺得自己係例外。丑午傷害之年，屬人捅刀係必然嘅事。屬牛嘅朋友，大師要求你下半年一定要做到六親不認，無論邊個問你攞錢叫你做擔保，你全部都要一口拒絕，得罪佢哋都在所不惜。
你以為你失去咗親情，錯啦，你係斬斷咗吸乾你血汗嘅吸血鬼關係。當你狠心斬斷呢啲業緣，你命中代表金庫嘅丑土大門就會被徹底打開。你哋屬牛嘅地支丑土本身就係金庫，平時俾各種人情關係爛人爛事鎖住咗錢入唔到。下半年你斬斷呢啲吸血關係，等於打開咗金庫嘅鎖。未來14年你根本唔使再做勞碌命，靠住資產升值同埋唔使勞碌都有個穩定收入就可以安享晚年。你注定會成為全家族最受敬仰、最唔憂錢嘅大財主。屬牛嘅朋友挺起胸膛，即刻打出斬斷業緣，金庫大開，迎接你14年穩如泰山嘅富貴歲月。第三個喺大運交接期將衰氣一掃而空，動終生大財嘅生肖就係屬猴嘅朋友。屬猴嘅人上半年你哋一定覺得好谷氣，好似有志難伸咁。無論你喺事業上幾有諗頭，總係被上司打壓或者被環境掣走，甚至乎你無端端會惹上啲交通意外，或者俾金屬利器整傷，搞到要破財擋災。呢啲全部都係因為上半年火氣太重。火克金屬猴嘅辛金被死死克制住，有本事冇地方使克仔到貼地，係咪先？唔使怨，呢個係丙午火年火克金嘅正常現象。上半年火氣重被壓住好正常，但係立秋一過，秋天金氣正式登場，你哋嘅絕對主場正式降臨。立秋之後，尤其係農曆7月、8月，金氣最旺，你哋嘅運勢會直接反彈，之前嘅阻滯全部散開，做乜都順。屬猴嘅命宮會飛入一粒極強嘅驛馬星，驛馬星動代表你要走出舒適圈，越動越有，越走越旺。未來14年你嘅財運絕對唔係坐喺屋企等返嚟嘅，而係要靠走動、靠跨界、靠接觸新事物賺返嚟嘅。唔好以為驛馬就一定要去外省外國，就算係本地多去唔同嘅區見客戶，多參加唔同行業嘅交流會，多學一門新技能，都屬於驛馬嘅能量。比如你做行政嘅，去學下短視頻運營，可能就轉行做新媒體，工資翻幾倍。你做銷售嘅，多去周邊城市跑下市場，可能就開發到大客戶。下半年如果你公司派你去外地出差，或者有朋友叫你一齊去開闢新市場，你千萬唔好嫌辛苦推搪，大膽去馬。你嘅貴人全部喺外地或者新嘅社交圈子裏面，你每走動一次，財神爺就會向你招一次手。屬猴嘅人本身就聰明醒目，學嘢快，適應力強，之前只係運氣未到，俾壓住咗。呢14年大運一到，你嘅才華會徹底發揮出來，你嘅名氣、你嘅社會地位會喺未來14年迎來核彈級嘅大躍升，貴人會主動送錢上門。屬猴嘅朋友，屬於你嘅時代已經來臨，即刻打出驛馬生財，勢不可擋，大步跨向你嘅輝煌14年。講完呢3個生肖，好多無上榜嘅朋友可能會覺得好緊張，心諗大師我下半年係咪無運行？大家唔使急，14年大運交接期，天地磁場極度混亂，其實係無差別攻擊嘅。無論你係咩生肖，喺未來半年都絕對不能夠踩中以下3大破財死穴。如果你犯咗其中一樣，你嘅運氣就會瞬間倒退。14年第一個死穴，既借運俾別人，即係絕對唔好借錢同埋做擔保。大運剛開啟，你自身嘅氣場仲未完全企穩，你嘅財運就好似一棵啱啱種落去嘅發財樹，根基仲好淺。呢個時候你借錢俾人或者幫人做擔保，就等於將你自己未來14年嘅財根連根拔起送俾人。你以為幫緊人，其實係將自己嘅福報拱手相讓，對方發大財，你就窮足14年。大師同你講句實在話，大運交接之時，人心最易浮動，好多平時唔壞嘅人都會因為運勢低迷而起，買心專揾身邊心軟嘅人落手。尤其係呢幾種情況，你一定要一口拒絕。第一種，借去投資做生意還債嘅，一分都唔好借。真正穩賺嘅生意，人哋早就自己揾錢做咗，唔會預你。第二種，叫你做擔保人嘅，無論係銀行貸款定係私人借貸，千祈唔好簽個名，簽咗你就係兜底嘅，人哋走咗，所有債都係你還。第三種，平時唔聯繫，一開口就借大錢嘅舊同學、遠房親戚，直接唔好理佢，唔係冇辦法，而係揾騙咗人，最後先揾到你呢個軟柿子。有人會話，大師咁真係親戚朋友，有大病有難，唔通都唔幫？救急唔夠窮，真係救命錢，你量力而為，根據自己能力幫多少，而且唔好指望人哋還就當積德。
係但凡涉及投資創業周轉嘅，一律唔好沾。呢個唔係冷血，係保護自己同你屋企人。你要記住，你未來14年嘅財運，唔單止係你自己嘅，仲係你老婆仔女、你父母嘅。你冇資格將佢哋嘅福氣隨便借俾別人。第二個死月，忌家衰口不停，大運交接，財神爺最曾意去和睦嘅家庭。好多老夫老妻為咗幾十蚊水電費，為咗今晚煮咩餸，日日喺屋企大聲鬧交，充滿怨氣。你知唔知你每鬧一句，屋企嘅負能量就會震走一份財氣，大門一開，財神爺聽到你屋企嘈喧巴閉，即刻掉頭走。記住，對伴侶好，對家人和顏悅色，就係世上最頂級嘅催財風水。唔好以為呢啲係小事，屋企係每個人嘅氣場根源，屋企和睦，氣場就正人嘅精神就好，做嘢自然順，賺錢都容易啲。屋企日日嘈，怨氣沖天，人返到屋企都唔開心，返工冇精神，做乜都錯，財運自然差。仲有，唔好成日喺屋企講晦氣說話，比如冇錢啦、衰咗啦、日子冇法過啦，講得多就會變成真嘅。語言係有能量嘅，你成日講窮就會越嚟越窮，你成日講會好起嚟就真係會慢慢好起嚟。尤其係做父母嘅，唔好成日鬧小朋友，唔好成日喺小朋友面前抱怨生活。小朋友嘅氣場最純正，你嘅負能量會直接影響佢哋，成屋人嘅運氣都會走。下半年多啲同家人坐下來，好好講嘢，食飯嘅時候講下開心嘅事，唔好一坐低就講錢講壓力。家和萬事興，呢句話唔係雞湯，係千年傳落嚟嘅風水真理。屋企和和氣氣，就算而家窮，財運都會慢慢嚟。屋企日日嘈，就算有一座金山都會慢慢敗光。第三個死月，大門口忌見枯死植物同破爛舊鞋。大門係迎接14年大運嘅納氣之口，相當於一間屋嘅嘴，入面嘅氣係好係壞，全靠呢個口。好多人屋企門口堆滿發霉嘅舊鞋，或者擺咗盆黃晒葉，死咗嘅植物都唔揼死氣同霉氣擋住大門。14年嘅金條點樣運入你間屋？聽日一早即刻清空大門口所有垃圾同枯草，保持光猛乾淨，財神先會揾到路入你屋企。除咗枯樹同舊鞋，仲有幾樣嘢，千祈唔好擺喺大門口。第一，破散爛拖把、垃圾鏟呢啲大胃氣嘅嘢，唔好放喺門口顯眼處，用完收去雜物房。第二，唔好喺門口堆雜物、紙皮、閒置家具，擋晒納氣嘅通道，財氣入唔到。第三，大門口嘅燈一定要亮壞咗，即刻換黑掹掹嘅門口，陽氣不足，陰氣入屋，唔單止財運差，仲會影響身人健康。仲有個小細節，每日朝早開門嘅時候，唔好砰一聲大力開門，慢慢打開，迎啲新鮮空氣入屋。門口如果有腳墊，要定期洗乾淨，唔好裝到發黑腳墊，踩住出入，帶住屋企嘅氣場，裝咗就會帶衰氣入屋。聽日起身，第一件事就去整理下你屋企嘅大門口，清走所有唔乾淨唔好用嘅嘢，整得光猛整潔，等於為你嘅14年大運打開咗第一道招財門，避開晒所有死月。我哋就要主動出擊。大師今日免費送大家一份極其珍貴嘅大禮，教大家一套蘇派獨家嘅14年引財入鋪大陣。呢個陣法簡單易做，但儀式感同威力極其強大，可以幫任何人強行扭轉磁場，吸納未來14年嘅天地財氣。大家聽清楚，2026年係丙午火年，火氣太重，我哋就要用水去鎮壓同埋聚財，呢個叫做水火既濟。聽日一早，你去走出屋企客廳嘅正北方位，正北屬水，係水旺之位，亦都係八運當中嘅財星位，擺喺呢度聚財效果最強。你揾一個乾淨嘅透明玻璃碗或者白色陶瓷碗，千萬唔好用膠碗。膠碗屬火，會抵消水嘅力量，玻璃同陶瓷屬土金，金生水，土축水，先至合用。碗入面裝大半碗乾淨嘅清水，最好係蒸餾水或者礦泉水，唔好用自來水，雜質多，氣場唔順。然後重點來啦，你要準備14枚硬幣，1毫子或者5毫子都得，最緊要洗得乾淨閃亮，用洗潔精刷到發光，冇污漬冇鏽跡。14枚硬幣正正代表迎接未來14年嘅大運，一枚對應1年年年有財擺嘅時候，將硬幣一枚一枚輕輕放入水中，全部正面朝上，代表正氣招財，不走偏門。放硬幣嘅時候，心入面要默念14大運財入我門，合家平安，財源廣進，念3遍，意念越真誠，陣法嘅力量越強。
你將呢14枚硬幣放入水中，然後穩穩陣陣咁擺喺正北方嘅高處，例如櫃頂置物架上層唔好放喺地下，亦唔好俾細路仔寵物碰到。金生水，水聚財。呢碗14星聚水嗰陣，會喺你屋企默默運作，幫你洗淨過去14年積累落嚟嘅霉氣同病氣，同時好似一個超級磁鐵咁，將天地間最新鮮嘅橫財同正財一滴不漏咁吸入你屋企。記住呢個陣擺好之後，唔好成日攞來攞去，水少咗要加水，污糟咗要即刻換。最好每個月農曆初一、15各換一次水，順便擦乾淨硬幣，保持水質清澈。硬幣光亮，你嘅大運先會連綿不斷。如果期間碗打爛咗，唔使驚，係幫你擋咗個小災，換個新碗重新擺過就得。呢個陣法唔挑生肖，唔挑命格，人人都可以擺。只要你心誠就一定有效果。擺好陣法之後，日常仲有3件小事，日日堅持做，相當於給大運充電，效果會翻倍。大家記低：第一，朝早迎朝氣，每日早上7點到9點，辰時陽氣最盛嘅時候，打開屋企大門同窗戶，面向東方，慢慢深呼吸3次，想象住金黃色嘅財氣同陽氣，隨住呼吸進入你嘅身體，同屋企入面嘅濁氣、霉氣全部呼出去。呢個動作好簡單，但堅持做，你屋企嘅氣場會越嚟越正，人嘅精神都會好好多。第二，整理隨身財富，你嘅銀包、手袋就係你隨身嘅小財富，千祈唔好塞得亂七八糟，收據、垃圾、爛銀紙全部清走，紙幣要攤平擺好，唔好折到皺晒，硬幣放好，唔好亂塞。每日出門前摸下銀包，默念一句財富滿滿，出入平安。銀包乾淨整齊，財神先願意留喺你身邊，財運先會越嚟越好。第三，多沾旺氣，少沾衰氣，得閒多去人氣旺、陽氣足嘅地方行下，比如熱鬧嘅商場、菜市場、香火鼎盛嘅正廟，呢啲地方人氣足，氣場正，多去行下，沾下旺氣，自身磁場都會提升。反而少去冷清荒廢嘅地方，醫院、殯儀館呢啲陰氣重嘅地方，非必要唔好去，去完翻屋企。最好換下衫，洗個澡，去掉晦氣。各位朋友，時間真係過得好快，人生匆匆，究竟有幾多個14年可以俾我哋去揮霍你？前半生已經盡晒力，為家庭、為生計捱盡咗苦頭，你對得住天地良心。下半世係時候對自己好啲，好好去享受上天賜俾你嘅大富大貴同埋清福啦。過去嘅遺憾、失敗、俾人出賣嘅痛楚，就由得佢隨風飄散。帶住最感恩、最充滿希望嘅心去迎接屬於你嘅新時代。我喺度強烈懇求你，睇完呢半個鐘嘅影片，千萬唔好自己一個人收埋你，一定要即刻點擊影片下方嘅分享按鈕，將呢條可以改變命運嘅影片轉發去你嘅家族群組，或者親自發送俾你嘅伴侶、父母同埋仔女睇。你要話俾佢哋知，14年一遇嘅大運真係來啦！教佢哋唔好亂借錢俾人，教佢哋點樣喺大門口掃走霉氣，教佢哋佈置好嗰個14枚硬幣嘅聚財陣。你幫全家人守住財富，迎接好運。你呢份無私嘅大愛同家庭責任感，上天同祖先一定會睇得清清楚楚，因果循環，宇宙一定會將10倍、100倍嘅福報同橫財源源不絕咁賜俾你哋一家人，令你哋世代昌盛。有人會話，大師轉發下就有咁大功效？你諗下，你轉發俾一個人，佢避開咗破財劫，保住咗積蓄，就等於你救咗一個家庭，呢份陰德有多大？你轉發俾10個朋友，10個家庭都受益，你嘅福報就翻10倍。大運之年，行善積德係最快嘅改運方法。你幫人擋災，上天自然會幫你添福。你帶人接好運，你自己嘅好運都會翻倍。呢個唔係迷信，係因果，係天地間不變嘅定律。如果你覺得我今日講嘅玄學天機真係一語驚醒，夢中人急速的避坑指南同風水陣法真係非常實用，俾到你極大嘅溫暖同希望，請你即刻點擊影片下方嘅訂閱按鈕，同埋一定要打開旁邊嘅小鈴鐺，加入我哋呢個充滿正能量同財富智慧嘅大家庭。咁樣以後每逢有重大嘅星象變動，或者有更多保命催財嘅玄學秘訣，你就可以第一時間接收到通知，保證你同你家人喺未來嘅人生路上避開所有破財陷阱，家和萬事興，步步高升。最後，我想請所有睇緊呢條影片嘅朋友，用你最感恩、最渴望家庭幸福同財務自由嘅心，喺評論區打出迎接14年大運、全家財源廣進這12個大字，
每一個留言都係你向宇宙發出嘅最強烈祈願，亦都係你正式啟動新大運嘅神聖宣言。我會親自喺後台仔細睇大家嘅每一條留言，為每一位認真祈願嘅朋友點讚加持，將最強大最純正嘅招財旺氣送俾你哋每一位。祝願大家順利避開大劫，橫財就手，晚年大富大貴，一家人齊齊整整，健康長壽。多謝大家嘅耐心收睇同支持，我哋下期節目再為大家拆解更多命運天機，祝大家財運亨通，下次見。